生越嚟越有型，成個人就好似滔滔如冰。我自己覺得咧，我睇起嚟咧就比佢後生好多。仲有就係學生型咧就越嚟越 fit，而且好大膽，好有條件靚過 Snoopy 嘅衫，睇落去咧就比佢哋後生。我第一個目標咧已經達到啦，因為我脂肪比例咧就由21%變到17%。無論幾多歲都需要抗衰老，我50歲都可以，你一定可以。TL90 Rebuild Your Body and Life。以前嘅佢雖然唔肥，但係身形一直都未達理想嘅標準。大家想睇下 TL90之後嘅佢嗎？請用熱烈掌聲有請鍾志斌 Benny。TL90之後 ，Benny 簡直脫胎換骨，佢而家已經出現6嚿腹肌。可唔可以俾多啲掌聲、歡呼聲同埋尖叫聲？大家想唔想好似 Benny 咁，50歲嘅年紀卻擁有30歲嘅外貌同埋身形 ？Benny 做得到，你哋都可以。唔好吝嗇你哋嘅掌聲，俾多啲嘅尖叫聲鼓勵台上幾位身形靚麗、生活習慣非常之健康嘅 model 同埋領袖。想不想聽一聽這些新鮮出爐的 TL90見證人的分享 ？TL90 令我內裏變得更輕盈，外表越睇越年輕。TL90 totally rebuild your body and life。我可以，你可以，大家都可以。大家都可以的。好，我們這些見證人是不是讓你看到了美好的發生？所以說，見證就是可以讓你把美好的事情呢，再發生到別人身上。這個力量現在就在你的手裏，讓我們再次有請這些見證人。